一種聲音幫你中斷煩惱思緒。我哋要用一種叫做丁下嘅工具，佢係一種可以產生高頻聲音。我哋以高音量嘅形式幫我哋腦袋連續嘅聽呢種聲音咧，可以彷彿中斷咗咁。因為我哋日常生活咧會帶住好多嘅情緒啊、生活嘅壓力啊，甚至乎咧有陣時連續嘅壓力咧會令我哋個腦袋空白一片。所以當有陣時你想專注做一件事嘅時候咧，彷彿個腦袋唔聽話，就算聽頌缽嘅聲音，亦都一樣。好好聽，好低頻，好放鬆，但係專注唔到，所以咧我哋會用一個工具，丁下呢種高頻嘅聲音咧，係用6至8秒嘅時間去連續介入喺我哋個腦袋入面咧，產生一個好似暫時停頓嘅狀況，然後加埋頌缽低頻嘅聲音咧，就順利轉移喺嗰種低頻、悠長、迴旋、穩定嘅狀態入面咧，慢慢達到一個放鬆。所以丁下喺我哋嘅科學頌缽手法咧，係一個有效嘅工具，令我哋瞬間中斷思緒，將啲煩惱暫時擺低，進入頌缽嘅聲音入面。科學頌缽係一套實用、有效、可解釋嘅療愈手法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聲音有用嘅資訊咧，我哋可以介紹更多俾你聽。記得 follow 我哋。